各位大家好，呢集係耶穌是誰系列，題目係耶穌指令猶太教嘅負責人，包括文士、法利賽人、祭司等，必須為執行嘅舊約盡快交出果子嚟。經文係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節起，到第13章第9節。呢段經文呢，係記載耶穌喺考核猶太教嘅人，包括文士、法利賽人，佢哋執行舊約嘅情況之後，表達不滿，並且勒令改正，要盡快交出果子嚟。耶穌喺呢個時段裏面，佢話佢已經俾咗3年嘅機會佢哋噶啦。咁樣話，咁即係話喺3年前耶穌選立12門徒嘅時候，耶穌亦都好清楚講咗噶啦。嗰個應該就係3年前到嘅事。耶穌清楚講，佢話我唔將舊布搣落嚟補喺，唔將新布搣落嚟補喺舊布上面，我亦都唔將新酒放喺舊皮袋裏面，兩樣都會破滅。所以佢另立12使徒，要取代整個猶太嘅系統。所以喺我哋討論到嘅內容裏面，耶穌佢要處理2批人。第一批就係呢個法利賽人、文士、律法師呢一堆人，要向佢哋發出最後嘅警告，叫佢哋必須要悔改，交出果子嚟。果子來就唔係果子嚟，唔係嗰種動物嚇，冇意思。另外一方面，佢亦都要照住佢原初另立12使徒嘅目的，幫助呢啲使徒承接起福音嘅使命。面對呢啲衝突係好明顯噶啦，係使徒會懼怕嘅。但係耶穌亦都喺當中提醒佢哋唔使怕，一切盡在掌握之中。而佢哋要做嘅嘢係防備法利賽人的酵。酵係酵母菌個酵，酵呢就係放落去麵團度，咁等到個麵團發起嚟鬆軟，比無酵餅呢更容易食，更容易為人所受落。好，喺開始討論呢2條線之前，我哋仍然要分清楚呢個段落係點樣開始嘅，或者話上一段究竟係咩結果呢？上一段主要係以耶穌歡樂10章21節裏面講嘅。耶穌點解歡樂啊？因為佢主持咗4次嘅門徒訓練。喺呢4次嘅門徒訓練，門徒咧都非常高興。梗係啦，嗰啲係實習對象嚟啊嘛，佢哋有耶穌嘅授權，又可以醫病趕鬼，人人都歡迎佢哋噶啦。所以可以話佢嘅門徒經過4次訓練之後，好知道喺完美嘅環境之下，佢哋可以點樣傳福音。但係踏入呢一段無花果樹唔結果子嘅呢段，就係實戰啊！佢哋所遇到嘅事情，跟隨耶穌所遇到嘅事情，樣樣都係嚇破膽嘅。所以耶穌一路要安慰佢哋，鼓勵佢哋，同埋迫使佢哋向前走。好啦，嚟到正式嘅內容，喺10章25節裏面開始有一個律法師走嚟試探耶穌。嗱，你要留意喎，如果就咁睇嗰個經文呢，就好似嗰個律法師係請教耶穌咁嘅，應該好善良先啱。但係佢個門徒在場嘅時候話，佢係嚟試探耶穌噶，唔係善良嘅人。佢一嚟問就係問律法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因為守律法點解要守啊？守到律法可以從神面前得着永生啊嘛。所以嗰個律法師就問，我該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呢條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耶穌亦都係處理舊約嘅適合人選，所以呢段落裏面咧，提綱挈領嘅就係呢一句聖經呢個問題：我當作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唔可以話佢唔可以話好似保羅咁話喺律法面前咧，冇人可以因此而稱義嘅，因為耶穌係嚟成全律法嘅，所以耶穌都同佢嗲咗幾句。但係呢件事就係成個段落嘅綱領核心嘅問題。到13章嘅時候，嗰棵無花果樹結唔到果子，嗰個問題就係耶穌仍然都已經俾咗3年嘅機會佢哋噶啦，所以耶穌發出最後通牒。好啦，提綱挈領嘅句子講完啦，而家我哋開始講第11章一連串到第12章末尾。喺11章末尾到第12章第11章開始到第12章末尾呢，其實係同一日發生嘅事情。咁內中咧，大家可以睇下每件事之間嘅連接詞，你發覺都係冇地方冇變過，時間係一路咁跟住去，人數聚集亦都係慢慢增加嘅。呢方面咧係好重要嘅。等你知道11、12章都係同一個時間發生嘅事情，係耶穌好辛苦嘅一日。好啦，11章開始嘅時候就係主禱文。咁耶穌喺做好多嘅事工之前，佢都自己先禱告嘅。禱告完咗，佢個門徒就問佢可唔可以教我哋禱告？喺呢個禱告裏面呢，當然係重申咗天國福音嘅目標，但係更重要嘅就係佢教導門徒要信靠神，每一日都信靠神。佢並且勉勵門徒唔好灰心。喺主禱文之後，佢更加不停嘅繼續去講，你哋如果去求嘅，天父唔求餅嘅，佢唔會俾嚿石頭你哋噶。呢個係因為之前門徒所遇到嘅事情都盡在掌握之中，醫病趕鬼受到好多人嘅歡迎，但喺實戰將會遇到嘅係一場硬仗，一場正面嘅衝擊，同權貴、同有身份地位、金錢嘅人作正面嘅對峙。因為耶穌將要指出佢哋作為園丁一啲嘢都冇種到出嚟。喺14節耶穌就趕出一個啞巴嘅鬼。咁但係喺呢個時間突然間有人話佢靠鬼王別西卜嘅權力趕鬼。處理咗呢件事之後，或者處理緊嘅時候，你諗下佢門徒喺旁邊聽到有咩諗法咧？係喎，點解冇諗過咧？耶穌可能靠鬼王趕鬼都唔定噶喎。咁呢啲當然係門徒功力唔夠深，就好容易俾人哋嘅邪魔外道嘅語言引誘咗佢啦。佢哋一時又諗唔起耶穌做過好多嘅其他嘅神蹟，係嘛？淨係中意信埋呢啲咁嘅謠言。然後跟住有個人又好聲氣嘅咯，佢話：夫子，求你顯個神蹟俾我哋睇。其實呢兩個人呢，亦都係夾埋嘅。一關過咗去啦，第二關又緊接住嚟。第一關嘅人呢，因為睇唔到，冇辦法。雖然佢在現場，但係佢冇辦法睇到耶穌有咩破綻。喺趕啞巴鬼嘅時候，個神蹟有冇咩破綻出溜哥嘅地方？咁佢點同上司交代啊？最簡單咪話：嘿，佢靠鬼王趕鬼咯。嗱，講咗呢個大話之後，佢基本上唔使做嘢噶啦，唔使跟進噶。跟住第二班人就嚟啦，叫耶穌顯個神蹟。咁其實喺呢個時候講嘢嘅時候，周圍已經佈置咗好幾個佢哋嘅人，落足眼力
睇下有咩角落頭啊，匿埋啲咩嘢啊。等耶穌一顯神蹟嘅時候，即刻就捉住佢嚇。咁呢個就係回應頭先嗰個人，佢失敗咗，睇唔到神蹟嘅破綻。咁而家叫耶穌再做一次嗱，金睛火眼啊，10個人有10對眼睛，嗰陣時冇眼鏡嘅嚇，冇10個人有10個眼睛睇住佢嚇。耶穌如果一做神蹟唔走得甩嘅，一定俾我哋捉到，因為佢哋心中一直都相信耶穌嘅神蹟係假嘅。喺呢個時候，耶穌就同佢哋講到心裏面嘅光，話佢哋有律法嘅真光，睇住佢奉神嘅名，奉天父嘅名行神蹟奇事，喺咁多個場合裏面都係公開嚟到施行噶啦。你又唔見喺嗰陣時，你又唔有睇到咁多，你又唔讚許耶穌唔感謝耶穌嘅嚟到你係從裏到外都充滿咗黑暗，律法嘅真光被遮住，所以佢哋無從判斷是非。即使見到耶穌所行嘅係咁真實，亦都諗辦法否定佢。其實門徒聽到行神蹟，門徒都可能諗係多行一個神蹟都好啊，冇害啊嘛，係嘛？所以唔夠份量嘅門徒咧，有陣時真係有啲天真嘅。咁到37節說話的時候，啱啱講緊真光眼睛明亮呢啲問題嘅時候，第三個出招嘅人係一個法利賽人。原來佢已經喺屋企裏面準備好一個筵席，而且仲坐咗好幾個人喺嗰度，等耶穌赴席嘅時候，就一舉將佢打冧。因為喺佢哋眼中，基本上耶穌冇受過神學訓練，亦都冇做過法利賽人，亦都冇做過律法師。咁何德何能可以嚟到去做各樣嘅事情呢？耶穌去到嗰個人屋企唔洗手就進入去坐席食飯啦。門徒跟住喺度，梗係覺得開心啦，做咗成日嘢，係嘛？耶穌有飯食嘅，即係代表佢哋都有飯食啦，係嘛？但係法利賽人都未等耶穌坐低就話：你做咩唔洗手啊？呢一個就扯起咗嗰個戰爭之火啦。喺坐席嘅人，耶穌數佢哋有6個災禍，或者講下洗手，喺屋企裏面食飯之前要洗手咧。其實呢個係入聖殿嘅時候祭司要做嘅嘢。咁而家呢個法利賽人咧，將祭司要做嘅嘢隆而重之搬到佢屋企，上賓嚟嘅時候款待嘅其中一個招數。咁呢啲都係律法嘅一種，行律法嘅一種。所以你就着律法嘅眼光嚟睇，喺呢一個生活習慣裏面，呢個法利賽人咧係超標完成嘅，佢比律法之上再多啲。咁你會唔會反對佢呢？耶穌就鬧佢哋即係等於有個人做清潔，通常啲人做50%就夠啦。咁而家你起碼都做到99%，咁你會唔會話佢太過勤力，唔守規矩啊？咁當然呢個比喻唔係一個真係好嘅比喻，但係喺呢度呢個人喺家中設立洗手呢樣嘢咧，就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會中招嘅，因為聽起嚟係好合理，佢做得到比律法要求嘅更多出一大截啊！然後耶穌就直取佢哋6個災禍。呢個6個災禍咧，亦都可以係話耶穌經過呢3年嘅工作裏面觀察同埋去衝擊佢哋所得到對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定案，照佢哋嘅方法得唔到果子嘅。你嘅普通百姓點做咧？點可以
啲水係好珍貴噶嘛，係嘛？嗰陣時古代點可以成日都可以喺食飯之前嚟到洗手呢？咁於是乎呢啲百姓俾法利賽人鬧下之後，就會覺得係我真係做得唔夠啦嚇。咁但係律法其實叫祭司咁做啫，唔係叫你咁做啊嘛，係咪啊？呢啲法利賽人其實就將一啲唔能夠擔當嘅擔子交咗俾人，叫啲百姓去做，但係自己一個指頭都唔喐。好，請大家跟進下一集。